今日中國歷史鬆一鬆就要講下太平天國啦。太平天國係一個比較罕有嘅喺中國歷史中政教合一嘅君主政權。創始人呢就為呢個洪秀全同埋呢個馮雲山嘅。呢個所謂嘅國家或者政權或者組織啦，咁佢哋嘅宗教信仰咧就係拜上帝會，咁係咩嘢嚟嘅咧？咁應該係類似基督教嘅，亦都係會睇聖經嘅。佢哋嘅思想就係有個所謂嘅天父啦，應該就係等同上帝。跟耶穌就佢哋就稱呼做天兄，就係耶穌啦。跟住咧洪秀全係咩咧？喺呢個宗教嘅位置就係呢個耶穌個細佬喎。咁佢嘅身份就係稱為做天王啦。真係啊！耶穌個細佬都有人信嘅，你話真係無知係幾恐怖啦！其實中國人民呢係所有民族之中呢最善良、最好養嘅。一般嚟講，如果佢哋唔係話走投無路啊，真係冇飯食，到活至死的話呢，佢哋係唔會叛變、唔會作亂嘅。你話即係所以晚清年代嘅時候係幾差啊個環境。咁天皇嘅地位當然就喺呢個太平天國係最大，等同皇帝咁樣啦。之下咧仲有五皇添嘅，咁就係東皇楊秀清啦，西皇蕭朝貴，南皇馮雲山，北皇韋昌輝，仲有翼皇嘅石達開添。喺中國歷史類似咁用宗教嚟組織同叛亂的話咧，咁就會令我諗起呢個東漢末年嘅黃巾之亂啦。咁佢哋嘅宗教咧就係太平道。相信啲所謂嘅即係佢哋嘅領袖係活神仙，又識得醫病，又識得法術咁樣嘅，可以呼風喚雨。每次喺中國歷史遇到啲咁嘅動盪叛變嘅時候呢，都係會死好多人嘅。咁喺太平天國或者太平之國之亂呢，可能係中國古代歷史之中死得最多人嘅一次嚟嘅。冇實質數字嘅，照呢個維基裏面所講呢，咁係有1000萬人至到7000萬人係失蹤咗，或者移民，或者死亡嘅。我第一次接觸呢個太平天國嘅時候呢，係我細個睇無線電視劇嗰度認識到嘅。咁嗰陣呢，亦都係同一個名字，嗰套電視劇叫做《太平天國》。我仲記得係呂良偉做呢個洪秀全呢個天王添嘅。咁黃日華呢，就做呢個東王。嗰套電視劇都係非常之精彩噶，觀眾有興趣有機會嘅可以翻睇。天王洪秀全呢，原來係廣東廣州花縣人嚟喎。如果佢嗰陣時候可以推到呢個清朝的話，廣東話肯定會變成國家官方語言啦。可惜失敗咗呢。咁佢有啲制度呢就會跟西方咁樣嘅，好似譬如實行呢個一夫一妻制啦，仲有少少男女平等添。呢個女性呢可以去參加呢個考狀元添嘅。但係一夫一妻制咧，只係限於平民百姓嘅啫。佢哋自己做天王啊，做其他王咧就可以多啲妻妾嘅。咁呢個洪秀全自己有88個妾侍添，88你睇下幾好意頭，仲生咗 total 13個仔女添嘅。太平天國係一個比較短命嘅政權啦，total 只係維持咗大概13年左右。太平天國點解會失敗呢？就因為佢哋嘅領袖洪秀全呢係一個完全冇大志同冇文化同係弱雞嘅人嚟嘅。太平天國嘅本來係好有錢嘅，人又夠，其實可以推翻清朝做一個大作為嘅。可惜佢哋呢一有少少成功咗呢，統治大部分嘅南方地區啦。咁你哋睇下地圖你就知道佢哋嘅統治嘅範圍啦。革命未成功就開咗響落，哇！個洪秀全咧好似真係咁當然真係未做過皇帝啦。哇！一到到皇帝之後咧就發晒癲，就係咁沉於呢個酒色財氣之間，就不理朝政，仲將個政權就俾咗東王嘅，所以搞到下邊咧就爭權奪利，就搞到成個政權都冧檔。咁佢自己好彩啊，佢自己病死咗啊，但係咧將個位傳俾佢個仔之後咧，佢個仔咧洪天貴福史稱右天王咧，只係做咗43日皇帝啫，嗰個時候只係得14歲，最後尾仲俾清朝凌遲處死啊，幾乸慘啊！但係中國人民就更慘，喺嗰次動亂之中，頭先都講過有幾多人失散咗同幾多人死亡啦。雖然數字唔定，但係冇7000萬都有幾千萬人死咗啦，我估計多，所以真係非常之大嘅悲劇，大嘅災難嚟嘅。如果想再聽多啲關於太平天國歷史呢，就記得
留言啊，因為我只係會將啲中國歷史啲精彩片段咁嚟講俾你哋聽嘅啫。如果你哋冇咩特別要求，好，咁今日時間就到啦，記得臨走嘅4部曲啊，多謝晒你哋，拜拜咯。